来过来，台中这个公车司机是真离经，伊的公车驶到西屯复兴路的时阵，看到一个姑娘仔小跑步要走过这个斑马线，这个公车司机唔但无减速，佮用放送头，甲这个姑娘仔骂歹听话。警方已经接到检举，针对无让行人这个部分，甲司机来罚款。另外，司机用放送头标骂垃圾话，可能嘛已经卡到公然侮辱。客运公司讲会加记大个处分。这台公车准备要经过路口的时，头前这个查某囡仔用走的要过斑马线，是讲公车敢若是无减速继续开，就惊会轰弄到查某囡仔是赶紧停落来，要毋过公车司机所用垃圾话甲骂。政府的法规是说就是要礼让行人，但是在这条福兴路上基本上不会看到。就是这个情况好像在逢甲没有什么改善的。代志发生在台中西屯区的福车路，附近的民众拢讲，虽然有让行人的法规，但过驶伫福车路的车辆，敢若拢无人遵守。有行人穿越时，不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者，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讲，让行人的执法标准是车头就爱离行前3公尺，也就是3条剪无线，若是超过就会开单。强调这个公车司机真明显无让行人已经故意违规，是讲这个司机若违规，佮摕放送头甲行人骂，可能会牵涉到公共侮辱。客运公司嘛出面回应。看这个影片看起来确实驾驶是有违规，那这一部分我们会给他行政惩处，会给他记大过的。这口气就是讲话这种不当的部分，我们也会一并跟他沟通。客运公司讲，除了记过处分，也会加强司机的训练，幸福过路人安全的路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